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好，樓下單位OK， 咁我發現呢度呢啲位置啦，有嘅嗰個有啲縫啦，入面都係咁噶，不過我遮住咗可能。得 OK， 好，唔緊要。咁嗱，譬如你梗係譬如見到啲有啲毛菌啊，同啲濕有相關啦。咁仲有冇其實會唔會係有去到滴水個情況？滴水依家就冇啦，但係咧你睇下已經得唔緊要，我影埋出嚟。係咁樣，你睇下。好，一路咩延續咗出嚟。我一陣間幫你打個濕度啊。得 OK， 好。咁就但係其實只係未去到滴水嗰個狀況，但係只係濕，即係望落去就已經知道濕啊。潮濕天嗰時就潮濕就會有水，有水珠咯，滴多落去。OK， 有水氣喺度。明白，好得。之前我啱啱嚟裝修嘅時候咧，因為呢度有埲牆啊嘛，本身係拆咗埲牆之後咧，個天花板係濕嘅。係嗰陣時我已經通知房署㗎啦。係。但係房署佢又話房署最先唔關事啦。推啊，咁啊推啦，反正就明白。推啊，我都裝修好咯。明白。係咪裝修好冇幾耐，你睇又咁樣啦。就係咯，本來我哋裝修嘅時候。其實裝修咗都係1年到嘅，即係你哋都住可以1年啫嘛。其實我哋全部劏咧，全部鏟晒㗎。明白。鏟晒依家你又。明白，唔緊要。好，因為客人揾到好多師傅都揾唔到漏水嘅問題，一時又話企缸漏水，一時又話水管漏水，好在最後揾咗漏水專家聲師傅，在紅外線儀器下睇到係樓上漏水，最後終於解決咗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，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2。客人一路都以為自己企缸漏水，但係一影咗紅外線就發現原來係熱水管漏水。如果早啲揾到聲師傅就唔使咁頭痛。